夠舉辦 STEAM 比賽，鼓勵青少年創科發展。比賽嚟到第27屆，分學生、教師、學校等組別，涵蓋研究同發明、STEAM 教案等比賽範疇，吸引超過200間學校，超過4000人參加，並頒發168個獎項。得獎者有機會獲推薦參加海外創科比賽。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致辭嗰陣強調，創科係社會進步嘅基石，政府將會大力支持本港創科教育。過去呢，其實呢有唔少嘅得獎嘅研究同埋發明呢，亦都係已經成功應用喺唔同嘅創科範疇，用科技去改善生活。人才係發展新質生產力嘅重要資源。為咗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，配合國家實施科教興國嘅戰略，教育局除咗喺中小學大力推動 STEAM 教育之外呢，亦都非常重視資優教育。近年我哋推動學校善用校本學生人才庫，裝備我哋嘅老師去識別有潛能嘅同學，幫助佢哋去發展才能。其中亦都係包括咗我哋有 STEAM 潛能嘅同學。